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 Madam Health Boo 寶寶吉頻道，我係 Madam Boo。開始之前先作聲明，我呢個頻道呢並非提供專業嘅醫療意見，亦都冇任何嘅產品贊助商贊助，我只係想喺度分享我對自體免疫病嘅調理經過同埋心得。上一集已經同大家講過丁酸鹽呢一隻保健產品對我呢一位 chiropractor 醫生嘅爸爸嘅好處。咁今一集我想同大家再繼續講下呢一隻產品嘅其他好處。由於我嘅乾燥綜合症令到我嘅口水分泌都係比一般人少嘅，所以會好容易有蛀牙呢個問題。我每半年就要去見牙醫一次噶啦，而呢一位牙醫嘅助理呢，已經幫我洗牙呢洗咗成20年噶啦，大家都成為咗好朋友。早在10幾年前呢，佢話俾我聽佢先生患咗紅斑狼瘡呢一隻自體免疫病，一路都係有跟進到依家嘅。近來呢，佢先生嗰個皮膚嗰方面呢，亦都係發生問題嘅，咁亦都係好似斷唔到尾咁樣。上一次我見到佢嗰陣時候，佢就問我用咩方法去處理我嘅自體免疫病，咁我就話俾佢聽，我係用一隻天然嘅保健產品，而呢隻保健產品嘅名就叫做丁酸鹽。我對丁酸鹽呢隻保健產品所有嘅認識呢，都係來自香港顧小培博士喺 YouTube 上邊嘅講解。我當然亦都會叫佢上去搜尋下啦，希望佢可以做多少少 research 先至可以開始服用。佢好奇怪咁樣問，只係一隻天然嘅保健產品都有藥用嘅價值，醫到病嘅咩？咁我同佢講，對我本人就有效啦。咁但係你都係要留意下呢一隻丁酸鹽嘅純度啦，佢嘅食用嘅份量啦，同埋食用嘅方法，效果咧因人而異。我營養師朋友話俾我聽，喺溫哥華咧可以買到2種嘅丁酸鹽，一種咧係來自 sodium， 而另外一種咧係來自 calcium and magnesium 嘅。喺選擇產品嗰方面咧，我係有食2種嘅。我係有食顧小培博士辦公室所出品嘅 Sodium Butyrate， 我亦都有食溫哥華我呢個營養師介紹嘅 Calcium Magnesium 嘅呢一隻 Butyrate， 咁我個效果咧都係幾好嘅。由於喺溫哥華只可以買到 Calcium Magnesium 呢一隻牌子，咁所以我個朋友即管都買嚟試下啦。咁我上星期又要去見牙醫，我當然見到佢啦。佢見到我即刻埋嚟我度就話：好神奇啊，好神奇啊！佢同佢先生都有食丁酸鹽，咁佢哋只係早晚餐前食咗1粒啫。佢先生所有嘅皮膚病嗰啲一點點平復咗好多，佢只係食咗唔夠1個星期就已經生效啦。而佢自己亦都有好處，佢個下巴咧經常都有，可能要戴口罩嘅關係啦，經常都有好多暗瘡嘅。咁嗰啲暗瘡都平復咗好多喎，佢好高興。佢話估唔到真係可以有咁神奇嘅功效啊！幫到人嘅感覺真係好開心。至於點解丁酸鹽可以幫到解決皮膚嘅問題呢？顧小培博士喺佢 YouTube 咧，亦都有好多集咧有講解過嘅。佢提到丁酸鹽咧可以提升一隻酵素叫做 IDO， 簡單嚟講咧就係可以幫助免疫系統去收兵，等個免疫系統咧唔好再自己攻擊自己嘅皮膚，咁樣皮膚咪自然有好轉咯。想唔想了解多啲丁酸鹽對皮膚嘅好處？我已經將顧小培博士相關嘅影片嘅連結放咗喺我下邊嘅資料欄。我之後會繼續同大家講丁酸鹽喺其他方面嘅好處。今日講到呢度，時間差唔多啦。日日補一補，大家精神好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